是台语新闻杂志，大家平安。乡亲啊，你有去过嘉义东石海边的五股湿地无？五股湿地森林园区占地大约7470公顷，自然的生态丰富，更加是岛鸟来到台湾的重要栖地。全台湾4成以上的鸟仔类，伫个遮拢看会到。但是，这个鸟食的天堂，煞来发生着水质的危机。根据着学者的调查，五股湿地水质油氧化严重，也就是水质被污染了。今年岛鸟的数量比往年减4成。外界甲这凶手指向着台糖伫个当地设立的饲猪仔场，讲就是畜牧的废水影响着当地生态。台糖是出面来澄清，讲这个排放水的检验拢符合着标准。到底这场湿地危机问题出伫个答，阁要安怎来解决呢？咱的采访团队亲自追踪找答案。生态的那个指标就是人类指标，所以你就看到很多那么鸟到这个地方来，可是这个环境是很适合鸟住，也是很适合人住的地方。希望吼，愈来愈会使讲吼，愈侪迄款种好鸟来，吼，咱台湾人免过去外国，过去看什么样看对。寒天的脚步也未远离，来到嘉义县东石乡五股村这个外海渔村海风共款尽头，伫边的五股湿地一场冬天专属的岛鸟的聚会正闹热的展开。伊叫做阮遮俗称热卡鸟，热卡鸟就是伊的脚骨就是足长的，然后有像红色的细尾啊，有看到了吗？有。就是你看它的黑色黑的发亮，像金属色一样，白的很白。条件才好，锁定目标，这只为4000多公里外的西伯利亚飞到这的遥客记录一个出现，等待伊的是拢无停的赞叹声。啊，你看，这里有很多一大群，那边还有小群的那个黑面琵鹭。黑面琵鹭。对，整个奥斯汀它有很多丰富的那个地理环境，包括到海洋啦、河口啦、沙洲啦、沼泽啦，还有一些里面还有一些废屋啦、森林啊，它有很丰富的那个地理环境，然后所以它每一年啊，都会有引来很多的冬候鸟到这边来度冬。五股湿地解说团队执行长蔡淑丽有12年丰富的导览经验，更加为细汉就甲这片美丽湿地做厝边，就发现珍贵的鸟仔伊比什么人拢较欢喜。看现在大概有17只的那个黑面琵鹭在这个地方，包括现在那个整个那个繁殖率就出来了。哇！拍，赶快拍！非常漂亮哎！哇！占地1470公顷的五股湿地森林园区，1960年代时台糖为了种甘蔗、屯海作绿形成的海保新生地。近年来，因为地层落难、土淹坏情形愈来愈严重，便配合国家的政策种树仔自林，成为岛鸟落难过冬休困的重要所在。依照研究，当地会使记录到的鸟仔总共有59颗239种，占全台湾的4成以上。生态的那个指标就是人类指标，所以你就看到很多那么鸟到这个地方来，可是这个环境是很适合鸟住，也是很适合人住的地方。当年10月到过当年4月，时常使看到规定的红喙凹伫天顶飞，袂输是彩霞同款。这段2年前的影片嘛，清楚记录几千几万只的边尾喙鸭伫水面上伫游，袂输跳一段优雅的华尔兹。每到赏鸟的季节，这鸟友就纷纷出动，唔惊冷风点点的等待，只为了翕到鸟的倩影。黑颈 PT。等那个黑颈 PT 是只有在这边才看得到，目前是在这里没有错，是全台湾只有这边才看得到。对，因为这边的湿地保存得很好，所以这边比较有。2006年，五股湿地通过内政部营建署评选小组的会议，被列为国家级的湿地。透过国家行动保育湿地生物的多样性，却无想到讲，这几年来，鸟友口中的赏鸟的天堂，煞渐渐啊变样。国内的赏鸟天堂现在爆出水质恶化危机，我们现在实际来到现场一看，过去水面上成群的候鸟，现在鸟况看起来有点稀稀落落的，就连水的颜色看起来也有一点黑黑暗暗的，让在地居民十分忧心。水少，无咧流通，无流通就是无迄氧气就是水会一来一直歹，像阮咧饲啊，就即款上歹，即款水，
哦，这水就像什么啊？台语讲就像滴塞水安尼。如果以这个时候来看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有很多的皮嘴鸭哦，大概就是上千只的皮嘴鸭，那今年就完全都没有。是者，我近水面来看，这个水面唔有青色物件，嘛无啥物鸟啊伫遮咧讨食。五股湿地鸟访大不如前，问题到底出伫倒位？记者去到五股湿地鸟类研究专家嘉义大学生殖所柯富荣教授的研究室去了解。那我们推估大概从2013到现在啊，现在大概是在等同跟以2020年为例的话，它大概等同2013年的78%左右。好，但你可以说大概降少了1/5到1/4啦。2021年今年我们的监测资料刚刚监测完毕，初步评估今年的鸟况可能会比2020年来得更低啊，也很可能会到达60%。2009年起，柯富荣教授便展开五股湿地鸟类的研究，透过长期的监测发现，2013年是重要的时间点。对水里生活的水鸟族群指标 BPI 直线下降，学者判断当地水位甲水质的改变拢是关键。我们看到就是一些水位有逐年增高的现象，那还有一些有机质的一个沉淀，所以让它整个水质优氧化就非常的高。因为这有机质的沉淀会让了一些无脊椎动物在底质里面的数量就慢慢减少。也就是说，鳌虎这个地方对于一些候鸟而言，可能它的食物资源就逐渐的不见了。是者透过卫星画面，会使清楚看到五股湿地西边的布花甲南边的布花水质严重的优氧化，出现无自然的青色，湿地健康却有绿色的警报。它的水就从这里出来到那个湿地里面。采访这一天，由在地人组成的水环境巡守队嘛来到大塘的拓殖部，伫五股湿地范围内所设的饲猪场的放流口，无甲通知就检查。大哥，我们来这边会看哪些部分呢？但是水嘛，主要就是看水啊，看水那个很好啦，不错啦。2002年成立的水环境巡守队，逐个月上少一摆不定期针对大塘拓殖场甲北港溪出海口进行水质的抽验，项目包括 pH 值，又是酸碱单、水质氧氧量甲热度等等的重要指标。pH 的部分7到8，这个颜色这两个颜色中间嘛，8啦。然后标准是6到8。6到9。对，6到9。所以现在是正常的。正常的。这是正常的。笼养这个也是看颜色。看颜色。看这一色，你放哦，可以换的。那我们颜色要怎样才合格？那不要空白了就合格了。不要空白了，就是。虽然说它大概在4左右。不要太深的，就是越深应该是越好了。16平方公里里面，大概就只有这家是属于有污染源的，就是台糖的蓄殖场。在103年到104年，曾经发现过它水质有异常，我们来检测也是有那个 COD 偏高的现象，我们有予以告发。后来他也有要求他限期改善完成了。目前跟外面的水交换率很低，所以会造成它是死水，死水就容易有氧化，所以造成水质恶化。目前研判是这个方向。既然水质的检验拢合格，大塘饲猪的排放水敢会使排除嫌疑呢？该机关环保局就是讲另有主因。大塘拓殖部人员带采访团队进入场区，再做观察。验气池的话，经过监气池，然后它到我们的调节池，然后再进入我们的负气池，然后再做一个放流的动作。故意分离电气释放。水经过一定的处理之后，它会流到了我们的监气池。那监气池和负气池呢，它都有一些作用，就是可以来进一步的去净化我们的水质。那所以你看到我们的水，它就是清澈的，其实有一点茶褐色，你透视度其实也蛮高。那其实大家一般坊间他们会印象中会误以为这样子的水色是不是就是蓄殖场在偷排？其实并不是。这座由1972年到由大塘成立的海保拓殖场，目前饲将近3万只的母猪。一天制作拓殖废水有600到800吨，其中85%经过处理了后，会使作为造林压水使用。其他有100几吨的废水，目前拢排入五股湿地。这大量的饲猪废水，敢会是五股湿地变调的原凶？为了找出答案，记者特别请来学者做实验，和科学的数字来讲话。
嘉义大学水生系罗丰治教授的研究团队发现，问题绝对远远比水面上看到的更加严重。现在这个是那个从鳌骨采回来的底泥，然后我们现在要测定它的氧化还原电位，是把电极放进去就可以了。那氧化还原电位测定的就是它底泥的缺氧的程度。那如果说因为它有机物累积过多的情况下，底泥的细菌会一直繁殖，细菌繁殖太多，它就会缺氧。那缺氧的情况下，它底泥会发黑、发臭。多少算高？我们建议是在50，至少要正50。那它现在是负300多，它现在是负的300多。水奶精是极度还原，看它整个是黑的。哦，有很浓的那个就是味道，硫化氢的味道。这几年的监测结果发现，鳌骨湿地这边的水质，它普遍有优氧化的现象，而且优氧化都已经达到严重优氧化的程度。那它这些优氧化程度就会造成我们的生物多样性降低。那譬如说鱼种也单一化，虾蟹类、螺贝类也都单一化。相对它的水生生物来讲，整个就是非常标准变成一个比较劣化湿地的一个状况。依照环保署水质标准比对基准 CTSI 指数，也就是依照水中的透明度、叶绿素 A 甲总磷等3项数字综合计算后得到的卡尔森指数。较无40是属于水质优良的平庸状态，超过50就是水质较歹的优氧状态。依照嘉义林管处伫2020年所做的调查，五股湿地 CTSI 指数上悬到99，严重超过标准。我想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应该是受到台糖它的养殖蓄殖场的那个排放水流入的影响。蓄殖场排放水虽然已经经过处理也合格，可是它因为它源源不断的排入，有机物变成在里面一直累积，那才会造成这个优氧化的现象。学者提出证明，直接讲饲料废水造成有机物的沉底，就是影响在地环境的主因。到底畜牧生产甲湿地生态敢有法度共存？那这个部分环保局也在协助我们，让我们持续的来提高这个回收率。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全面回收的一个目标。有打算什么时候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希望在今年就能够达到一个全面回收的目标。当初为了屯海自绿地、大塘甲大自然争地，总长有10公里过300公尺的风波堤，2007年完工后，湿地内的水只能透过这座伫南平的宝华7孔的水门排放，而且只出不入。不过最近几年来，因为自然环境改变，然后人类慢慢失去主控权，生态嘛失去平衡。外面那一道是自动水门，它靠那个压力差，你海水如果退潮的话，里面的水位高于海水的话，它就会从里面自动排出来。因为这有2个原因啊，一个就是我们里面有一点地层下陷，那个水位高啊；一个是外伞顶洲南移之后，造成那个水门的排水道有一点淤积，造成它还是可以排出来，可是它没有办法排到很低的水位。其实每年都遇到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枯水期就遇到这个问题。那最主要是因为水门没有打开，伊就是水有出入嘛，伊的物种都多，都多就袂烦恼这个问题啊。综合来看，大塘畜牧放流水当地地层下陷出来口积带，甲最近几年来较无雨，拢是造成五股湿地水质恶化的原因。抢救自然生态袂使坐咧等死，有关单位必须要主动出手。建议那个台糖公司在这个7孔水门设置一个固定的一个抽水站，预估在今年差不多4月的时候，候鸟已经都北返了离开了之后，我们才会来进行这个施作。水位降低的时候，因为土地也会裸露，土地裸露去曝晒的时候，其实它可以让一些含氮物就是分解掉，那这会降低一些有机质的污染。现在鳌骨湿地很大一部分就是说水体不大流动，所以说如果这个水能够流动，它至少能够代谢掉，所以整个的生态系统需要做一些处理。那我们的湿地就像我们身体的肾一样，它必须要有一个过滤污水的功能，不要让这个地方要洗肾，洗肾就不好了。
湿地又搁被称为地球之神，面对污染拢无拒绝，点点啊担起净化生态、涵养水源，并且维持生物多样性的重责大任。开发过头到污染，保存在丰富生物体系湿地美丽而且脆弱。为海保新生地到国家级的湿地，五股湿地由人类创造，也过最后的命运，甘埋予人类重建。透过科学验证，掀开水土下的秘密，咱嘛袂输听到湿地要死进前的呼救。要安怎挽救五股湿地一线的生机？要安怎去保卫台湾的湿地，留下更较美好的生态甲环境？就要靠大家做伙拍拼。